各位親愛嘅弟兄姊妹，依家喺 YouTube 或者其他照片又好啊，或者一啲聲音嘅檔案又好啊，大家唔可以所有都當作真係由一個人講，或者真係事實咁樣去信。尤其是有一啲越出名、越多公信力嘅人嘅 video 或者講道或者咩信息都好，如果唔係由佢嘅官方嘅頻道出嚟，大家唔好信。因為而家深偽技術真係好犀利，我睇嗰個 video 會分享好多深偽技術點樣假扮一啲好出名嘅講道講員嘅講話嚟到欺騙我哋。願大家防備呢樣嘢，最重要就係每日自己勤讀聖經、禱告，同埋得着神聖靈嘅帶領感動。就好似約翰一書2章嗰度講到，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並不用人教訓你們，只有主的恩膏教訓你們。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們要在這恩膏的教訓住在主裡面，大約係咁背啦嚇。即係總言之，就要靠住神嘅恩膏，靠住聖經神嘅話語嚟辨別諸靈，因為而家好多 AI 嘅假靈。